花園街個個都行㗎啦，我成日都去花園街行下嘅，去買下花咁咯。男人要去花園街買花嘅，咁呢個係對家庭嘅一種關懷同關愛。好多人睇到一啲花嘅相，一啲花嘅畫，或者去到花園，每一個人都會靜落嚟，感受嗰個花同自然嗰種力量。我用喺花園街入邊啲花去創作呢本似抽象，但係又唔係抽象嘅一種作品出嚟。所謂抽象，其實你要係有自己嘅內心思想去畫嗰幅抽象畫，唔係話求其我抌啲顏色上去就係抽象。對於嗰個作者嚟講，佢畫嗰幅嘢，總之係佢嘅內心世界。我哋用我哋嘅熱情，有抽象嘅意識，做一張無抽象嘅具象喺度俾你。好多人中意影維港，用譬如話用1/30秒，或者係用1分鐘去影個維港咧，因為嗰種流動咧係你每一分每一秒都唔同嘅。咁嗰個流動就好似我哋影呢本書一樣，係困難嘅。你要經過唔同嘅時段、唔同時間嘅花，同埋你揀個顏色，因為每種花5天後嘅顏色、10日後嘅顏色，同埋一啲鮮花嘅組合咧，你係唔同嘅。咁我企圖喺花園街入邊，揾咗呢2種嘅元素，有啲係人哋唔要嘅花，就嚟枯萎凋謝嘅花。咁我就攞咗翻嚟，再加上我就買一啲新鮮嘅花，用自己嘅美學將佢組合成為一幅用水墨嘅流動，成為一幅大家幻想緊一種花嘅美學。嗰種不穩定嘅嘢，令到自己多啲思考嘅空間。有劇本就等於你學做咗劇本咁去 create 一啲嘢啫。咁如果冇劇本嘅咧，就冇劇本嘅未知嘛。咁呢啲叫未知嘅文明、未知嘅對象、未知嘅反應，其實我覺得喺電影上邊應該係最好睇咯，或者係喺啲創作入邊嗰啲係最好睇。即係出世一眼仔碌碌，咁對呢個世界一種好奇、一種熱誠。咁到今時今日都咁耐啦，咁我應該係咪可以通過攝影啊、畫畫啊，就通過多啲唔同媒體嘅嘢，令到我尋找翻以前嘅嘢，亦都令到我好似拍戲咁，每一部戲都要揾啲創作一啲新嘅嘢。因為我係自己係冇學過畫嘢，冇學過素描，咁但係我有一個3025，有個幻想嘅空間喺度，即係希望佢哋大家感受到嘅愛咧，對香港嘅情懷咧。因為呢本書人又係喺香港人，花又係香港花，咁同埋入邊我係用咗維港水墨流動嘅概念，嗰種萬家燈火，嗰種彩色嘅世界。哇！原來香港係好多地方好靚嘅，不過我哋真係要停一停，去感受下香港嘅靚，香港朋友嘅友善，香港人嗰種韌力。